日前伫咸水区、新营区的 COVID-19 相关个案，经过二次采检，个案相关接触者以及社区扩大筛检，总共累积1521人。所幸采检结果拢是阴性，但市府也是谨慎以对，将持续伫新营以及柳营开设社区筛检站，目标伫10天以内扩大筛检社区3000名民众。针对这次台南的一个疫情，虽然趋近稳定哈，可是我们为了要找出社区的一个可能的潜在感染源，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，在我们台南新营的一个卫生所、新营的一个体育场社区筛检站会连续筛检10天，然后再加上我们新营的太子宫、柳营的卫生所会筛3天，那预期10天会筛检3000人次的一个 PCR， 也希望把我们台南市做更清零让民众能够更安心。卫生局长徐玉玲本人也穿上防护衫，支援第一线筛检工作，用行动展现市府甲医护携手防堵疫情的决心。做筛检工作，医护人员都很辛苦啦。那今天刚好我也有空档在跟同仁一起来做这个筛检的工作。加快筛检站位置，分别伫咧新营区卫生所、体育场以及图书馆，还有柳营卫生所等等。市府呼吁市民爱摕着身份证、健保卡、挂喙安，依照通知的时间分流前往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